十里銀灘三期愛琴海，總共有38座樓，前邊兩邊係別墅區，佢哋賣嘅價錢250萬至1000萬不等。我哋而家介紹個優質單位，月供都係1800蚊，首期大約15萬。今日介紹呢個單位係三期愛琴海，面積106個平方，相等於香港實用面積都有900尺。而家呢個單位係3房2廳，仲有2個生活陽台，左右兩邊都望到田園景，亦都望海。業主仲送埋一個車位，賣嘅價錢都係48萬咋，買嚟收租都有5厘回報。如果要買生活用品，落樓2分鐘就係商業街，兩邊都係店鋪區，酒樓、中西茶餐廳唔少得。新疆、東北、法國、俄羅斯菜10里都有得食，亦都多咗好多飲食店鋪，方便大家去選擇。如果唔怕遠嘅，我哋搭20分鐘去食海鮮。呢度食海鮮咧，比起香港咧平成3-4倍㗎最少。食飽咗，亦都可以喺商業街附近咧就有卡拉 OK 室去唱歌，人頭費都係幾十蚊。附近亦都有體育室、桌球室，一應俱全。我哋喺度認識好多香港嘅街坊，佢哋話愛琴海係特別好，因為唔需要自駕行車，亦都可以去小區附近沙灘或者泳池游水，好方便㗎。好似住咗喺太古城、康怡花園或者將軍澳嘅大型屋苑一樣，步行5分鐘就係巴士站。喺十里銀灘搭大巴車去返蓮塘都係1小時10分鐘，車費25蚊。真係好適合香港人住嘅地方，好多人話十里銀灘係香港人嘅後花園，亦都達到呢一個嘅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。你哋唔信可以過嚟考察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 WhatsApp 微信留言分享俾我哋。我哋會有專車帶你睇睇十里銀灘嘅環境，亦都不定時分享十里銀灘嘅片段俾大家，同埋帶你哋睇下呢度啲樓盤。下集見。